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1，申命記13章40安尼讲：恁着顺叹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敬畏伊，遵守伊的诫命，听从伊的话，服侍伊，忠诚跟对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顺叹，敬畏佮遵守诫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能圣洁、全能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主啊！你是无所不在，佮有无限的疼痛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！你的智慧无穷尽，你对阮的应允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我们用专一的心来挖靠你。主啊，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要用阮的一生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阮所要敬拜的主，也是阮时刻要来学乐的上帝。主啊，我要顺叹你，阮的上帝，敬畏你，遵守你的诫命，听从你的话，服侍你，忠诚跟对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